后来继续来到南投县的山区，顶一回做风台，拢也未复原咧。即个这个海葵风台过来取缔。上惨的就是仁爱乡的罗山温泉区，因为大雨一直冲洗，这个山坡的土石大面积出雷塌落弯溪。讲即摆的罗山温泉区都袂输是一座的孤岛共款。另外，信义乡东部温泉区的连外道路，本地伫昨下晡抢通恢复通车，想袂到落一阵的大雨了后，又搁发生着土石流，又搁断路，多参乡长都调离个东部村，无法度出来。树啊连土放落来到塔罗湾溪罗山的温泉区，经过顶一摆卡到风台动上后，开正热钱修理，即摆又搁因为海龟风台一来，塔罗湾溪又搁中大水，未少已经歹去的厝甲铁片拢冲歹。虽然山区一直落大雨，山壁一直放，有的是放规大片。即摆南投县罗山温泉区，袂输是一座孤岛。怪手伫大雨中正进行抢通的作业，雄雄山顶又搁有土石流，这人员赶紧闪。南投县信义乡搁发生土石流，这个东部村民无都相信讲路遮通尔又搁断去，连勘在信义乡长无法调伫东部。在昨天下午1点半开放单向的通车，但是因为连续的豪雨在傍晚6点又发生土石流，所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东埔村的连外道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刚才雨停了后，乡长行出来，这也算是有惊无险。是讲都修理好的路，即马乡长都要搁继续抢修。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